咱人总是破病，若阵碰到这辛苦病痛时阵，拢会希望讲得到完善的照顾。为了要解决这护理师欠人的问题呢，总统热切地要答应讲这3班护病比立法。卫福部长赵忠良在今证实讲，最近会成立医师能力优化研究推动小组，甲医疗机构设定标准的护理能力配置做修改，也会互病院有准备时间。今年年底进前呢，正式预告修法的细节，在2029年的时阵要正式来实行。在新冠疫情解封了后，国内护理师是爆发27条，一寡病院只好降载，封闭咧甲病城关起来。护理团体真侪摆拢呼吁总统赖清德，应该实现竞选期间提出3班护病比立法的承诺。就伫总统就任就要满2周年进前，国民党立委陈清辉批评讲，卫福部进前讲要建议3班护病比立法，即嘛是总统亲身敲电话观测，才改口讲要立法，但卫权委员会甲大无看到完整的版本。医院人力配置、健保支付、急诊拥塞。怕后床，这不是一个很小的政策健保里面我们会调高这个护理费，好来这个让这个医院有这个能力来调升这个护理的薪资。我们不许卫福部入法，因为护理人员等待这个真的等待太久了，然后再来可以组成咨询委员会，定期的去检讨。我想这是唯一基层护理人员的期待。卫福部长赵忠良表示讲，甲3班护病比立法的方向，会跟伫个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内面，有关护理人力配置的条文来做讨论和修订，而且会互病院完充时间，互人力一步一步到位。照国外的经验，3班护病比强制推行的国家并无多，但对病人的安全、降低护理工课的负担等等有正面的影响。护理师每多照顾一个病人，那他30天内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将会增加7%，因此让护病比能够入法，基本上就是在保障所谓住院病人的医疗品质。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等7大医界的团体是共同发声明强调讲，支持卫福部的版本，而且建议未来立法了后，应该互因智慧化转型的地面空间。若是病院导入 AI 科技，减轻照顾的负担，护病比的标准都应该爱准因来调降。对这赵忠良强调的成立医师人力优化建议推动小组，建议立法的时程、完成期和配套等等。今日在进行的正式预告修法的细节，记者综合报道。